馬在位，全部馬匹準備投降，2場4番千八離地，3大熱，112起飛。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前面快噶嘛，埋邊有奇峰咧，中間藍衫咧就靚加加，中檔仲有5星特工第4位金童啊，中間粉紅衫猛咁騎響外邊嗰隻咧就天長地久大外檔保證寶啊，咁再紅眼罩紫色衫咧，依家走緊5搭啊，咁啊睇下點樣攝埋去啦，就榮冠大道數入去，中檔貨如輪轉啊，咁再喺入邊飛馬再歸內欄啦，中間咧仲有好腳頭，尾衫內欄啡色衫咧就和諧氣氛，尾耳粉紅衫粉紅眼罩有型彩，暫時殿後係嗰隻電信朝陽嚟㗎。開始跑對面直路啦，前面奇峰咧就已經係順利放到出嚟跑啦，5星特工第2位啊，咁啊一路喺外邊喎，咁啊有保證寶第3位，內欄第4金童啊，中間藍衫戴面箍第5位有靚加加，咁啊沿住內欄慳咗好多就飛馬再威，中間綠衫紅帽好腳頭，出邊天長地久啊，好多陣嘅話外邊咧咁啊紅白衫嗰隻咧就貨如輪轉啦，內欄咧就和諧氣氛，粉紅衫粉紅眼罩，仲有呢隻有型彩紅心速龍綠色衫頂到莫雷拉依家響出邊咧榮冠大道一路俾佢頂住啊，走緊5搭啊，包尾嗰隻電信朝陽啊，好啦咁啊轉緊彎中間啊，前面咧就係呢隻奇峰嘅順放啦，5星特工嘅順根啦，第3位咧就係呢隻靚加加上緊嚟，咁啊再見到後邊咧金童騎緊啦，咁啊保證寶打緊邊啦，再後邊嘅嘛內欄咧亦都有呢個飛馬，內欄咧就係奇峰，中間跟上嚟靚加加飛馬再位，知道自己好腳頭，最紅得靚嘅後出嘅馬啦。結果呢場賽事好腳頭，咁啊終於咧就現翻個真身啦！唔知點解咧近排啊表現比較失望，今場賽事順利喺泥地贏翻啦，第3嘅機會高啲啊！贏翻好腳頭，嚟到你，跑第2名5號嘅靚加加配拖尾，第3名上嚟2號貨如輪轉，第4名咧1號嘅飛馬在威。飛馬在威呢隻車就係咯。後出嘅馬係靚加加，好腳頭追佢，中間位置仲有飛馬再威，出邊貨如輪轉接近終點第1名咧就好腳頭啊，第2名靚加加。大家第2場賽。